哇！呢個光景係咪好正？同你講，仲正嘅係呢度嘅奶油風。今日睇嘅呢套係168平3房啊，業主介紹齋設計費啊就已經用咗8萬啦。見到咁嘅裝修，邊個唔心動啊？陽台位置係做咗風窗嘅設計啊，呢個景真係夠殺食啊！業主話原本呢套屋係俾個女嘅，但個女有惠州嘅公務員唔做，堅持要去深圳闖一闖。小朋友有鬥心係好事嚟嘅，但我只想講一句：世上只有媽媽好。呢度做咗個西式灶台啊，早上食個簡單嘅早餐，得閒嘆杯咖啡，呢種生活你想唔想要啊？呢套奶油單位仲有好多裝修細節啦，比如通道上面嘅呢個圓弧頂，非常之有設計感啊！轉個餐廳啦，入到嚟廚房，睇下佢成個廚房都生框框噶。業主講就住咗2日啫，2日啦。好，閃過嚟主人房，入到嚟首先有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，2排衣櫃，晚晚燈燈啦。再望下呢個景，正。成個主人套房包括埋衣帽間、衛生間有40個平方喎，呢個空間真係大啊！窗台望出去，頭排細緻光景啊！主人衛生間冇問題啊，不過如果有個浴缸就更加正啦。隔籬呢一間係次主人房啊，睇下呢個休息區嘅空間都非常之大啊，同埋佢都可以望到細緻光景啊！門口嘅轉角位都有個衣帽間嘅，呢個就第3間房就比較細少少啦，做客房或小朋友房啦。公共衛生間乾濕分離。好啦，呢套喺惠城東江新城片區168平3房奶油風嘅圖牌一線光景，打唔打動到你呢？業主住嘅時間好短，裝修幾乎係全新，有配埋家私家電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，同埋農新嘅小區品質一直係喺惠州頭部。如果你感興趣嘅話，評論區話我知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